我哋係公益少年團，今日我哋又出去做服務啦。行啦，走，行啦。大家好，我哋係香港扶幼會許頌誠紀念學校公益少年團。今年我哋以正向有禮樂公益，擔當使命創未來為主題，進行咗一系列嘅義工服務，幫助弱勢社群成為良好公民。以禮待人係中國人嘅美德，在義工服務中，我哋成功實踐咗敬老扶幼嘅精神。等我同大家介紹下啦。老師及社工安排我哋去元洲村進行義工服務訓練，學習與長者溝通技巧，團員獲益良多。陳慧芝校長帶領團員出席2024至25年深水埗區義工嘉許禮暨鬆一鬆打氣站，推廣義工服務，一齊重溫當日盛況啦！在座咁多位機構嘅同工啦，日後會有更多學習同埋合作嘅機會啊！唔該晒，唔該晒，唔該晒咁多位。在當日輪住超攤位活動，團員教授深水埗區居民製作開心空氣草，推廣正面積極人生觀，傳遞正能量。今年期間，我哋都邀請咗長者同我哋分享佢哋嘅工作經驗，實踐長幼共融。我哋仲一齊做開心空氣。學習咧，其實就都係一個必須嘅，因為雖然細個嗰陣又攰啦，又貪玩啦，咁讀書麻麻地，但係拉尾咧都可以一路去將自己嗰個能力嘅增加，咁就可以喺個社會度。但我哋長者好似小朋友一樣，嘅話，我哋都話開心啲。你揾翻呢個啦，剪咗似人仔，兩隻眼四顆嘅，四顆眼仔。你想用總之本仲要睇手啦。我哋都為咗居住喺澤安村嘅240位獨居長者表現醒獅，同學扮財神派新年禮物，祝願長者身體健康，為佢哋送上祝福。我哋邀請咗20幾位長者嚟到學校，欣賞話劇表演，宣傳善用資訊科技嘅重要性。長者同演員都好開心。我哋亦都參加咗左澤安村嘅派米活動，為長者送上生活嘅必需品。喺聖誕節期間，
團員親自準備咗聖誕卡，送俾明愛醫院嘅住院病人，祝願佢哋早日康復。團員嘅服務表現獲得合作機構同受助者嘅嘉許，一齊聽下佢哋嘅分享。好乖，即係如果我孫啊，我啲細路咁乖好啦。傳承行義精神係好重要嘅。今年中學同學帶領小學同學化身小義工，一齊出去做服務，將助人精神傳承落去。一齊聽下佢哋嘅分享。我好開心啊！然之後我學識咗要照顧嗰啲老人，然之後開心！我哋去咗打木箱鼓。做義工令我好開心啦，原因係因為我可以喺空閒嘅時間幫到更多嘅人，令到我個人生更加充實同開心。大家一齊做義工啦！我由高中開始就開始做義工嘅生涯啦，跟住俾老師都提拔咗做一個團長啦，俾我學識咁如何去策劃一個活動俾啲老人家同埋智障嘅人士。亦嗰個活動入邊咧，我都好見識咗唔同嘅有啲輕度嘅智障人士啦，同埋重度嘅智障人士，同埋啲老人家都非常之享受我哋嘅活動。多謝。我覺得做服務咧可以服務他人啦，可以樂於助人，得到人哋嘅幫助啦。咁啲公公婆婆如果有我哋嘅幫助咧，佢會好開心，好滿足啦。咁施比受更為有福啊！咁我都好明白啲公公婆婆有時需要幫助會問下我哋啊。佢有時候可能佢有啲咩地方唔明嘅地方，我哋都可以請教我哋啊嘛。正向有禮樂公益，擔當使命創未來，大家都一齊做義工，服務社會。